Here we go again, you think by now I know better. Locked in my head, romanticizing forever. Last love I found, knees met the ground and all my roses died. Swore I was through, but looking at you, I think I changed my mind. Yeah,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fun of it. Dive in at first and all of it. Oh, what a rush, looking into your eyes, playing it off like it's different this time. Let's break our own hearts for the fun of it. One look and I'm dying to run the risk. I'll live in your hea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Oh, won't you be my hopeless Valentine? My God, don't we look good together? 喂，Play 咩玩咩好？邊度好玩，我哋去玩。如果你中意睇古蹟，中意了解皇朝歷史，但係又唔想自己安排行程，可以跟住我哋玩轉天津加北京5日，全程天津去，北京返，唔走回頭路，仲可以食天津多款特色小食。最重要，連黑珍珠餐廳都加入行程中。想一個旅程去齊2大城市，跟住我哋冇錯啦！今次參加永安旅遊5轉嘅天津、北京純玩團，喺各個旅行社比較過，發覺呢個團係全新而且比較罕有，可以一次過玩轉2個中國直轄市。出發當日喺香港搭飛機去到天津，全程3個半鐘左右。Won't you be my hopeless Valentine? Oh, won't you be 一落地天津就有旅遊巴等住大家，即刻出發去食 dinner。Won't you be my hopeless Valentine? You're a bad idea. 第一餐晚餐可以試到天津其中一大傳統小食牛不理包子，又有松子魚、炸鮮奶等等。Cut their losses. Yeah,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fun of it. 食飽之後去咗意大利風情街，又稱新義街，前身係意大利喺境外唯一嘅租界，歷史追溯到20世紀初。1900年法國聯軍侵華之後，意大利根據辛丑條約喺天津劃定咗呢個區作為意大利租界。呢度有小羅馬嘅美譽，以濃厚嘅意大利風情建築同埋深厚嘅歷史，成為天津極具特色嘅旅遊風景區，同時係亞洲唯一有意大利風格嘅大型建築群。Won't you be my hopeless Valentine? Here we go again, you think by now. 夜晚入住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屬於5星級酒店，上床房空間大，有大衣櫃，方便擺大褸。洗手間乾濕分離，有浴缸，又有冷暖氣提供，暖氣唔會太局促，感覺幾舒服。 Swore I was through, but looking at you. 嚟到第二朝喺酒店，首先食早餐再出發。早餐選擇唔多，不過都有麵包、蛋糕、煎餅果子、粥水粉麵等等。 What a rush, looking into your eyes, playing it off like it's different this time. Let's break our own hearts for the fun of it. One look and I'm dying. 第一站去到1000年歷史嘅北方名鎮楊柳青鎮，先有楊柳青，後有天津衛嘅美譽，又榮獲中國魅力文化傳承名鎮嘅稱號。喺2009年被國家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2019年被評為中國文化百強鎮。呢度係一個民族文化氣息十分濃厚嘅古鎮，有戲樓、牌坊、文昌閣呢啲古建築值得一睇。而喺古鎮裏面嘅石家大院，呢度曾經係天津顯赫嘅8大家之一石家嘅府邸，建於清朝光緒年間。成個石家大院嘅建築都係灰白色嘅典型北方傳統民居，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雍正年間，石家嘅先人由山東嚟到天津經營船運，之後人丁興旺，產業豐厚。光緒元年，石家大院開始動工興建。喺光緒3年完工之後，不停增擴同埋拆改，最後成為一座278間房屋同埋15進院落嘅大型宅邸。大院裏面有好多精美嘅石雕可以欣賞，除咗品味建築之外，呢度陳列好多楊柳青年畫同埋磚雕。
仲有民間分族、泥人張彩塑、民間剪紙等等民族陳列。下一個環節嚟到坐觀光馬車遊天津五大道。五大道係大家對天津營造界喺強子河外嘅俗稱。1860年，五大道地區被劃為營造界，東西方向有6條馬路相繼建成，分別係馬場道、木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慶道、成都道。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好多清朝皇親國戚喺北京嚟到天津租界居住，又有好多巨商、各界名流、北洋政府時期嘅人喺度居住。而家遺留住上世紀各國嘅建築風格，300幾間歐式花園洋樓，可以話係天津市文化嘅精華，感受到歐式建築同不一樣嘅文化氣息。lunch 嘅菜式份量好多，有雞絲粉皮、沙律、炒筍絲、炒蛋同埋炒菜等等，款式多到食唔晒啊！食完 lunch 去到瓷房子博物館，俾美國赫芬頓郵報評選嘅全球15大設計獨特博物館裏面唯一嘅中國血統，又被新華社譽為震撼的中國符號嘅瓷房子。呢度係一座無數絲材古瓷器、漢白玉石雕、水晶、瑪瑙、古董裝飾打造嘅法式建築，每一層都擺咗各式各樣雕刻細膩嘅古代木製家具，連天花板都係由古代瓷器盤子貼出嚟，奢華得嚟又有創意。嚟得天津旅行，梗係要去世界上唯一一座起喺橋梁上嘅摩天輪——天津之眼，同時兼具交通樞紐同埋觀光功能，每年都吸引咗好多國內外遊客。摩天輪相當於一座35層高嘅高度，一共有48全封閉透明艙，可以容納8個乘客，旋轉一周大概28分鐘。到達最高點嘅時候，可以遠眺方圓40公里範圍內嘅景色。如果11月至到3月報名呢個團，會坐天津之眼摩天輪；如果係4月至到10月出發，會坐船夜遊天津河海。食 dinner 之前，再去一條由仿中國清朝民間特色店鋪組成嘅古文化街。呢度係天津老字號店鋪同埋手工藝品集中地，可以 shopping、品嘗美食，同時可以揾到楊柳青年畫、泥人張、藝伎風箏等等眾多嘅手工藝品，仲可以品嘗到狗不理包子、煎餅果子、天津大麻花等等當地嘅經典小食。見到呢間主打天津糕點嘅小店咁多人排隊，一於試下一件天津悠久歷史嘅特色小食——耳朵眼炸糕。第一下入口感覺就比較油，用糯米包住唔同餡，例如紅豆、芝麻。晚餐嚟到我哋期待已久嘅耳朵眼會館，連續多年上榜黑珍珠一轉餐廳，屬於天津百年老字號餐館，以特色清真菜同埋優雅嘅環境見稱。耳朵眼會館前身係耳朵眼炸糕店，創始於清光緒年間，包房感覺高奢，單係前菜連甜品綠豆糕已經有5、6款。主菜不停上，有滷水牛山煲、牛尾、花膠煲、魚、乳鴿、烤羊扒等等，每道菜個個都讚不絕口。呢間餐廳絕對係呢一團嘅其中一個重點。
搭車返酒店嘅時候，導遊仲送我哋團友每人一條天津麻花做手信。嚟到 Day 3，朝頭早食完早餐就搭車出發去北京啦，全程3個鐘左右。第一站率先去到798藝術區，火車頭廣場係一個工業主題景點，以1970年代製造嘅復古蒸汽火車為特色，有免費嘅戶外展覽同埋付費嘅室內藝展。而呢度曾經係北京工業鐵路嘅一部分，而家保留軌道同埋車廂。藝術區嘅前身係1950年代最高機密軍事工廠群，而家聚集咗200多間現代藝術畫廊、博物館、工作室、咖啡館同埋商店，保留工業風，同時每條街道同埋每個角落都充滿唔同風格嘅雕塑、建築同埋塗鴉牆，而家已經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嘅當代藝術區。食 lunch 啦，試咗特別一啲嘅京醬肉絲，用豆皮再夾肉絲一齊食，同平時食嘅唔同，又有咕嚕肉、蒸魚、雞、甜品，仲有夾住紅豆或者糯米嘅冰糖葫蘆。食完 lunch 出發去睇中國4大名園之一嘅頤和園，係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嘅清朝皇帝行宮同埋花園。頤和園最早興建於乾隆年間，當時被稱為清漪園。第二次鴉片戰爭嘅時候被英法聯軍毀壞，直到1895年修復返嚟，並改名為頤和園，係清朝時期嘅335園之一，屬於中國園林藝術頂峰時期嘅代表。喺1998年被評為世界級文化遺產。全園佔地2.9平方公里，係紫禁城嘅4倍，相當於290個足球場。四周3名水秀，建有多座亭台、樓、閣、殿等等，更係手工非凡、莊嚴嘅仁壽殿，係慈禧太后同埋光緒帝處理政務嘅地方。面向昆明湖嘅長廊係頤和園標誌性景點，喺1880年重建，被譽為世界最長木廊。木廊上方都有中國民間故事嘅彩繪，超過14000幅，每幅都唔同。另外，昆明湖佔全園面積3/4以上，大概220公頃，已經有3500年嘅歷史。沿用中國傳統園林一池三山嘅設計，以三角島嶼代表神山，以橋、堤、景為特色。周圍有17孔橋同埋南湖島著名景點。下個景點去到國家速滑館，又叫冰絲帶，外圍環繞22條高低盤旋嘅玻璃幕牆，就好似一條條飄舞嘅絲帶，因此得名冰絲帶。場館有12000個座位，冰面面積1.2萬平方米，係亞洲最大嘅速滑奧運場館。參觀完就搭觀光巴士，沿途經過多個著名地標，又有講解員講解。終點喺鳥巢同埋水立方附近墮車。鳥巢又稱國家體育場，係2008年北京奧運會嘅主體育場，外面由樹枝般交錯嘅鋼材建成鳥巢形狀。而水立方即係國家游泳中心，同樣係2008年奧運會游泳、跳水等等水上項目比賽嘅舉辦地。外牆由3000個不規則嘅氣枕泡泡組成，遠望過去就好似大海裏面嘅水分子。繼續沿路行奧林匹克公園，呢度全園免費開放，係奧運會之後增設遊船、商店售賣等等項目。冬天又有冰雪體驗。而作為奧林匹克公園嘅標誌性建築玲瓏塔，高132米，
曾經作為多功能演播中心用途。入夜之後變出七彩顏色。夜晚去到食北京烤鴨，呢間餐廳主打明爐烤鴨，廚師即場喺面前片皮，上台嘅時候仲會擺盤砌出一朵花，好精緻。餸菜仲有炒臘肉、炒筍絲、咕嚕肉、炒菜等等。夜晚返到連續2晚入住嘅通州皇冠假日酒店，酒店好新淨，入住雙床房，打開門有2個開放式衣帽間，同時有2個行李位置，洗手間有浴缸。打開門邊睇電視邊浸浴，雙人床褥尺寸都唔細，幾舒服，有冷暖氣提供，開暖氣覺得焗，仲可以開窗。酒店自助早餐款式多，單係麵包、蛋糕已經好多款，又有冷盤熱菜、即煮嘅粉麵、粥水等等。嚟到 Day 4第1站行程，去到北京故宮，呢個地方期待咗好耐啦。又稱紫禁城，佔地面積達72萬平方米，係中國最大最完整嘅古代建築，又係世界最大嘅皇宮。紫禁城建於明朝永樂皇帝時期，係中國長達492年嘅皇宮，曾經有24位皇帝居住。傳說係有9999又1/2個房間，比法國嘅羅浮宮仲要大3倍。大部分現存嘅建築都係清朝經過3次大火後重建，第2次鴉片戰爭期間被英法軍隊佔領。末代皇帝溥儀喺1924年被驅逐出境之後，故宮1925年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喺1987年被列為世界遺產。紫禁城四周有10公尺高嘅圍牆，而圍牆之外又有52公尺闊嘅護城河，四面各有1門，分為5門：神武門、東華門同埋西華門。而外院係皇帝處理政務嘅地方，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組成。太和殿係紫禁城最重要、規模最大嘅建築，喺清朝主要用於各種儀式，例如加冕、授勳同埋皇室婚禮。內廷係皇帝嘅居所同埋日常行政區域，主要建築係乾清宮、交泰殿同埋坤寧宮。故宮博物院收藏咗100多萬件嘅明清皇室珍品，包括繪畫、書法、陶瓷、玉器、青銅器、鐘錶等等。喺呢度可以見到中國數千年嚟嘅藝術。過嚟北京旅遊一定要參加故宮，真係好宏偉。肚餓啦！lunch有蒸魚、炒筍絲、肉丸湯等等嘅菜式，款式口味唔錯。之後再出發去天安門廣場，導遊事前提醒入天安門廣場嘅安檢比較嚴，盡量輕裝上陣。排隊等安檢嘅時候都排咗成1個鐘。冬天過嚟記得做好保暖，因為好大風，越吹越凍。天安門廣場場內沿北京中軸線由北向南依次矗立住國旗杆、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同埋正陽門城樓。再去到全國著名嘅古建築天壇公園。天壇係明清兩朝皇帝祭天、求雨同埋祈禱豐收嘅專用祭壇。天壇分為內壇同埋外壇2部分，祈年殿、回音壁等等知名嘅建築都係喺內壇。喺199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評價為天壇係建築同埋景觀設計嘅傑作。夜晚嚟到天壇公園附近嘅東來順，主打嚟到北京必食嘅銅山鍋。
呢種火鍋深受乾隆皇帝喜愛，屬於宮廷宴會嘅首選。成個火鍋看似好簡單，但係想要做得地道，必須下足功夫。承傳老北京古散法特點，採用傳統嘅木炭銅鍋加清水，係老北京火鍋嘅標配。有牛肉、羊肉，多款配料。如果唔食牛羊嘅話，有另一個小鍋配烏雞肉。淥完牛肉也麻醬，入口冇騷味，而且都好夾。嚟到 last day 啦，食完早餐就出發，去到最後一個景點。正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坐車嚟到居庸關長城。居庸關係萬里長城上著名嘅軍事古關之一，係守衛京城嘅重要關口。居庸關城樓、敵樓等等設施齊備，同叉道城、八達嶺、上關城、南口組成一個完備嘅南北防禦體系，喺古代擔當重要嘅把關角色。居庸關地形險要，景色壯麗，喺金明昌年間，居庸疊翠被列入燕山八景，更獲乾隆皇帝親題居庸疊翠碑。做完好漢就直接去到北京首都機場，準備返香港啦。今次參加呢個天津北京5日團，感覺好舒服，全程冇購物點，絕對純玩。每餐試到當地唔同特色嘅小食菜式，導遊對每個地方景點嘅歷史都好熟悉，講解簡而精，又俾足夠嘅時間自由活動同埋體驗。景點同埋景點之間車程唔長，所以遊玩嘅時間好充足，唔會好趕。如果中意了解歷史、睇古蹟，天津北京真係一個好地方。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住 like、訂閱、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下條片見，拜拜。